1號建國名將 ，OK， 上次跑第2，鬥到叮當叮當輸個頭，輸個 short head， 係啊，而家講緊。爭啲上落膽個第2，而家隔10日都未夠10日啦，啱啱10日啫，28號跑完，輸一場。佢就海金冠嗰經驗可能都幾重要。係咯，海金冠就揀咗1號。跑緊喎，好快。之前佢跑緊皇家士谷都係咯。其他都係叫夠水準跑嘅啫。OK， 而家行緊出去跑道啦，買咗1號，1號拖幾隻咧？6號、9號啊、7號啊都有嘅，2號、3號有啲冷嘢。OK， 最後200米買咗咩咧？6號帶頭呢隻有鼻箍嘅，就有拖腳嘅，後邊買隻黑帽、黑袖、黑白間，而家喺1、2、3、4第3隻衝上嚟，你見到就係呢隻啦，1號。OK， 1號買咗 WinPay， 拖咗6㗎啦，7、9。OK， 睇下點跑，一過唔過到呢隻6啦，一路捽。OK， 哇6號挨埋嚟，哇挨到佢，但係1號仲有 keep 住，搞掂。1、6、1679。睇影相先，贏緊 OK。1679都有 OK， 中 Q。哦，派彩，中個小冷 win 12倍 OK， 中埋條小 Q， 完成古活賽期第1天 OK， 喺水底浮翻上嚟。